耶穌就用5個餅同埋2條魚咧，分俾上千個人。呢個神蹟咧就叫做5餅2魚啦。哇！斐利，你可以見證住咁多神蹟嘅發生，你仲係耶穌嘅門徒，咁你一定知好多基督嘅故事啊，係咪啊？喂，你不如同我哋參加福音周啊！吓？福音周？哦，我記得啦，保羅之前同我講過，話佢自己玩得好開心，但係細節我就唔知啦。誒，你仲識保羅㗎？梗係啦，耶穌啲門徒全部都關係好好噶。每年就嚟聖誕節嘅時候，培正都會舉行福音周。喺福音周，我哋可以一齊唱詩歌啊、玩遊戲啊，仲有福音小舞台添啊，好好玩噶。到時候你仲可以同更多同學傳福音，令佢哋認識耶穌。聽起嚟幾好喎。係啊，就好似馬可福音16章15節講到，他又對他們說：你們往普天下去，傳福音給萬民聽。培正每年嘅福音周就係為咗傳揚基督，令更多人認識神。既然係咁，我都嚟參加一下啦，順便體驗一下澳門聖誕節嘅氣氛。不過喺邊度啊12月15至18日，培正福音周，我哋約定。